個個人都話去韓國一定要買嘅呢一支綠餅化妝掃，到底點解咁好用？一條片話晒你知，同埋點樣揀，記得睇到最後有份禮物仔。韓國鼎鼎大名嘅花空水彩畫筆，係啊，其實佢哋本身就係水彩畫筆，但係因為好多韓國化妝師發現用佢嚟上妝效果好好，所以而家上至星級化妝師，下至化妝室都係用緊佢。首先就係價錢極相宜啦，因為佢只係文具啫嘛。第二，最重點毛質同埋設計，佢係纖維毛嚟嘅，所以上膏狀嗰啲咧都好適合。佢嘅掃頭係可以超級扁平嘅，佢嘅毛嘅韌度咧都係啱啱好，可以好好地好貼服咁將一啲遮瑕膏狀嘅 product apply 上皮膚度嘅，而且佢可以控制份量，因為眼底最驚好乾，所以你可以上最薄份量嘅遮瑕膏，慢慢將個遮瑕 build up 上去，唔會一下子咧太多。第三，冇掃痕，因為佢個掃設計真係可以做到完美地閉合嘅。當然啦，韓國化妝師都有自己啲小 technique，我之後再講，急條片應該冇時間。仲有一點就係佢可以拍，將你啲膏狀 product 可以拍翻再貼服啲啦，又或者將嗰啲邊界位咧再拍翻鬆啲，即係 blend 鬆啲。見到我呢度最大嗰支咧就係5號啦，咁大就梗係可以好方便用嚟上粉底啦，甚至乎我覺得你揀6號都得嘅，睇下自己點樣方便啦。下一個 size 就係3號，我覺得真係必買，因為佢啱啱好可以遮到你眼底嘅黑眼圈。你睇下 exactly， 或者用嚟上膏狀嘅 highlight 都冇問題。到1號呢個 size， 我自己就中意用佢嚟遮淚溝，你睇下啱啱好。大家淚溝個 size 都有機會唔一樣啦，所以咧可以揀1號啦，或者0號嘅，睇下你個淚溝嗰個闊度邊一個最適合。呢支0號極細啦，所以我係用佢嚟遮啲仔細位，即係我前個排皮膚勁差，而家剩咗好多暗瘡印，我就用佢嚟咁樣遮。By the way，我之前係有唔小心買過假貨噶，呢兩支應該一睇就知邊支係假，因為咧佢個毛質好明顯，假貨咧用耐咗佢會分叉，但係啱啱新收到嘅時候咧，佢同正貨係冇乜大分別嘅。咁當然啦，親身去到韓國啲畫具鋪買咧，就一定係正貨噶啦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只要 follow 我 IG 喺呢條片度 comment， 我就會揀佢留言送你一支我覺得最萬用嘅3號 size。之後都會有更加多真正韓式嘅化妝資訊同大家分享。